喺香港島南區嘅華富村隔離呢，隱藏住一個既壯麗又帶點神秘色彩嘅地標，就係薄扶林瀑布灣啦。今日嘅遊人嚟到呢度呢，多數都係為咗欣賞夕陽嘅西下，或者呢拍嗰條大約15米高由石壁衝落嚟嘅天然瀑布。然而呢條看似隱世嘅瀑布，其實喺歷史上有舉足輕重嘅地位嘅喎。佢不僅係名列古蹟中嘅名勝，更係香港推向國際貿易舞台嘅幕後功臣嚟㗎。喺明朝初年呢，今日嘅香港同埋深圳嘅地區都係由廣州府嘅東莞縣管轄嘅。咁而家到咗明朝嘅中葉啦，沿海一帶咧就飽受海盜嘅滋擾喎。咁為咗加強邊防同埋地方嘅治理呢，明神宗萬曆元年，即係1573年，朝廷就正式批准將東莞縣嘅南部割出嚟，獨立建縣，並取名為甲固頂新，轉危為安之意咧，命名為新安縣嘅。咁佢嘅縣咧就設喺南頭，即係今日嘅深圳南山區啦。當時嘅香港島咧就係新安縣下邊嘅管庫司管轄嘅一個邊陲小島嚟嘅，佢係位於港島西南邊薄扶林村，古代就稱佢做薄扶林，正係清代康熙復界之後客家人南遷落腳所建立嘅古老村落嚟嘅。村嘅旁邊有一條溪流一路向西奔流，最終就喺懸崖邊形成咗呢一座入海嘅奇特瀑布啦。隨住新安縣嘅建立同埋發展，地方嘅官員同埋文人就開始發掘呢片土地嘅秀麗風光。清代嘉慶年間重新修撰嘅《新安縣志》裏邊呢，就有官方係評論選出最具代表性嘅新安八景。呢八景呢就橫跨深港兩地嘅，例如深圳嘅赤灣聖蓋、梧桐天池同埋香港青山嘅杯渡禪宗等。而其中一景呢，就係位於薄扶林嘅瀑布，名為傲揚金步，亦有記載呢係話傲揚飛步嘅。咁喺《新安縣志》就曾經咁樣描繪過呢一幕奇景嘅。佢話傲揚金步，在七都大洋中，有石高10丈，四面鹹潮中有金泉飛瀑，若自天而下。古人之所以稱之為傲揚呢，係因為舊時漁民將香港嘅西南一帶嘅海域呢稱為獨傲揚啊。呢種鹹淡交冰嘅自然奇觀呢，自然就當之無愧咁樣被列入為新安八景之中啦。呢條瀑布呢，不僅係文人筆下嘅風景，佢更加擁有極高嘅實用價值嘅喎。喺地理大發現同埋中西貿易興起之後，瀑布灣呢就迎嚟咗佢歷史上嘅黃金期啦。咁喺18同埋19世紀呢，大批嘅歐洲商船啊、東印度公司嘅鴉片船以及遠洋水手前嚟中國廣州經商嘅，在茫茫大海航行數月，船員最急切需要嘅就係補充淡水啦。當時各個洋行嘅船呢駛入珠江口前呢，都會不約而同咁樣選擇停泊喺瀑布灣對開嘅海域嘅。咁船員們呢就駕着小艇駛近懸崖，直接喺瀑布下邊呢就揾桶裝水啦。佢就將呢度當咗係免費嘅海上加水站。洋人就更加直接將呢個海灣呢命名為 Waterfall Bay， 即係瀑布灣咁解啦。咁據歷史嘅記載，喺1816年，英國亞美士德使團就訪問中國，隨行嘅博物學家阿比爾就喺日記中驚嘆於這條瀑布嘅壯麗。隨團嘅畫家就更加畫下了他直射大海嘅油畫。甚至有歷史學家就推論話，英國人後嚟之所以喺眾多島嶼中一眼就睇中咗香港島並要求割讓呢，其中一個關鍵嘅原因就係因為佢哋一早就知道香港島有瀑布灣呢一個能夠穩定供應優質淡水嘅基地啦。呢張就係當年隨行畫家所畫低瀑布灣嘅壯麗景色啦。喺1841年香港開埠之後，命運嘅齒輪再次轉動啦。
隨住維多利亞城嘅人口急劇膨脹，城市面臨嚴重嘅食水危機呢，為咗維生，第5任嘅香港總督羅便臣爵士便決定咗實施一項大膽嘅工程，就係截流啦。喺1863年，港府喺瀑布灣嘅上游谷地築壩，建成咗香港歷史上第一座水塘——薄扶林水塘。水塘建成咗之後，原本奔騰湧向懸崖嘅溪水被大量截流儲存，自此源頭水流就大減，昔日嘅傲揚金箔嗰種驚濤拍岸、水霧漫天嘅磅礴氣勢就宣告終結啦。到咗20世紀30年代，雖然佢仍然被文人選為香港8景之一嘅扶林飛瀑，但佢嘅水量已經無法與清代同日而語啦。呢張相就係當年完工之後所影嘅一條瀑布，見證咗新安縣從東莞縣分拆出嚟嘅嶺南開拓史，承載過新安8景嘅官方榮譽，更用佢嘅清泉滋養過改變世界貿易格局嘅遠洋船隊。今日，當你站在瀑布公園灣入邊，睇住嗰條現代屋村與豪宅夾縫中流淌嘅小瀑布，耳邊響起嘅水聲，彷彿依然訴說着嗰段與香港命運相連嘅百年傳奇。